那这个溪的北边，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一边，北边就是西北地区。那鹿野乡客家的族群大部分都在这一个区块比较多。对面那一个很像夜世界的景观，那这叫利吉二地。那所以这个地方早期居民在这边都会当家算休困的所在，所以起一个土地公庙当家。尽量拉好拉，然后顺便把腰弯过来，然后脖子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客家乡下田同结下，树同筋骨，彼此行茶运通做暖身。动一下脚踏车，调整一下，边调整的时候注意听我这边一下。脚能够稍微伸展，这样哦，不要脚都一直弯的，这样会很吃力。可以了哦。好，鹿野单车学校出发。好，不要超过我们的老大哦。5分5路轮前轮次行车从润丰出发嘞，发动中国係台灣第那位次行車路線之一。為太平強有位天橋，還有看出看唔起的山，風景清好，本人看嚟心情唔會冷。喺中國地東嘅鹿野鄉有4季規好嘅好天時，係榕樹悠閒時光嘅好素材。那我們可以叫它叫新娘濕地。好，那實際上它是人工型的濕地，這樣。那這個區塊的話，哈，它是鹿野鄉的瑞隆村。喺鹿野水榕村個開發嘅新糧食地，水生植物quite豐富，有幾多位生物栖息喺亞隻嘅。技術員詳細介紹，民眾也談到個疑問。大王蓮大到一個小孩可以坐上去，像那邊。唔但將係其次行車運動休閒呢，韓國重要嘅係我認識鹿野菜地嘅文化。睇下你嘅理念下，用玩沙器結合嘅沙器建築，同次行車休閒運動嘅鹿野單車學校，就按你發起嘅。我就發起了鹿野單車學校，那就開始廣邀鄉裡面想要騎腳踏車，而且要認識社區的民眾，一起來運動啊，一起來發掘鄉裡面很多好的東西。那我們就利用這個方式，讓大家變健康啊，鄉裡面一些好的點、好的文化、好的人啊，開始把它推廣出去，這樣。推廣菜地特色，改那位風景，鹿野單車學校用次行車作為交通工具，因為慢慢的行，能做得呈現各個素材，韓國做得用心的去體會。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就是環島啦，或者是各地外縣市來我們花東，然後走那個省道。然後就這樣咻過去，覺得很可惜。那我們就開始這2年陸續推動這樣單車學校這樣的活動。我們想說，藉由這樣的方式，慢遊很慢的方式，用單車，因為單車速度才會慢嘛。那這樣慢下來，他才會去體驗各地各個農村。回路巷每個景點的人文歷史、自然生態，都係分享嘅好題材。水源、水火、水龍，橋名係太原，係鹿野客家人地道嘅素材。來到水火村，路總唔得唔來看白公廟順後嘅一條百年祠堂，日本列做推動人嘅珍貴老樹，屯白公鄉下舒服裝條，唔過老祠堂不平嘅。有一種蜂叫幼小蜂，它會寄生在刺桐樹上面，它把那個產卵下去哦，像這它產卵下去啊，那個小蜂就寄生在這裡面，那寄生在這裡面，這個葉子就長不大，不能行光合作用，已經過了。來到水源村，就係看村民3萬嘅幾下人嘅發布產業。村民屯客家發布同燈籠結合嘅發布燈籠，喺來到鹿野鄉做唔得變各位客家特色，太太細細用改良嘅發布作為各種燈籠，同傳統嘅紅色燈籠改模同樣。目前為止，這是最小，就一般都是提供給那個我們的各所的學校做戶外教學的一些那個，我們是希望是說由這個小小的燈籠，讓他知道說有這個地方
有发布灯笼工厂的地方。发布灯笼工厂和其中的发布人工的自家做的法通，让游客亲身体验发布的魅力。它的衣冠不整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跟它系上皮带。無論係大朋友還係小朋友，哪論色彩繽紛的發布，比自家的人工的詳細打扮，做出屬於自家的發布人工的。同我有希望講，大家嘅不管係去時裝菜、自家來聊啦嚇吼，就做得落來看，即大家啲講嘅，你要客家嘅文化，你要遷散，你要後散面，要按樣嘅素材，要按樣嘅好料。有一个值班人员会坐在这边，那这个是防弹玻璃，这是防弹玻璃，这是防弹玻璃，会避免有一些比较偏激或有一些遭受到以前被取缔的或有报复行为。唔真是無看偵查，雖然派出所也係景點之一，嗰度民眾係提拔入到警察局，又緊張又鬼痛。人民保姆以及介紹派出所嘅環境，還拿酒車機出來當場解說。基本上要吹氣大概5到6秒，它要有足夠的偵測分析你的氣裡面，如果說氣不夠，它就沒有辦法偵測那個分析到。派出所也做得牢，遊客吃到鬼氣味。副所長也隨現場示範按樣嘅吃酒測測。好，那個刷牙沒刷乾淨呢，不會破。好，它只要響2聲，這邊有2個紅色，就開始進行分析了。甘肅警察的前拿拿為嘅樣嘅，改變了派出所本人嚴肅嘅印象。民眾結問問題，副所長也順勢利用這個機會做整理檢討。我覺得這樣蠻好，因為像我們有一些警政測試，我們都可以跟他們做一個平台式的溝通協調，或是一個交流，意見交流。他們有什麼問題，像有一些我們沒有想到的問題，或許民眾有碰到這些問題，他會跟我們請問，那他也讓我們增長見聞，說一般人也不會閒着沒事進去派出所裡面看一下，這樣對，有一種不同的感覺跟體驗，我覺得非常的好。唔但將係帶到派出所參觀，路也探查好高和開發嘅嗰度釋放景點，但係民眾去前報。條網塞條關注人收藏嘅嗰度人各種奇怪嘅塞條，忽然看嚟路見講怪奇妙。啱有種東西啱咪係以嘅嗬，也咪係講上嚟幫大家嗬，要解福氣嘅人嗬，要身體嘅人，佢來觀賞幫大家觀賞。也是有機的哦。來到當天嘅無通農場，主人過熱情嘅款待，拿出自家生產嘅內蒙高酥、特製嘅客家米食，本學員食到佢聽。對鹿野印象好很多誒，真的跟其他的那個鄉啊，這個鎮啊，感覺這鹿野這邊不錯。有很多這個景點的很多好玩的地方，這樣子。吃的味道，然後光是我們看到那一盤端出來的感動，其實是無可言喻的。是要讓大家知道，說有這麼好的東西哈，所以我是很歡迎大家來的。條紅嘅細路嘅串聯釋放景點，其他嘅請參觀一下，就愛周圍嘅行程，俾學員帶來更多嘅樂趣。其實幾乎都是私房景點，我們自己個人在跑的時候，完全沒有辦法發掘到這些的，等於是一些達人的一些產品，像譬如說剛剛的石頭達人跟這個無毒之家，其實都是很棒的一個景點。所以未來如果我有親朋好友來的話，一定會帶着他們出來分享這樣的景點。對。
来看亚洲蔬菜，唔但像我天然有改好嘅肥叶，其實後園當中也有改多嘅菜天然，連伊等就冇想過家鄉實還有自家冇去過嘅蔬菜。我在這邊待了30多年，可是這些景點都沒有注意到了。我參加這個以後，我覺得居然增加那麼鹿野鄉還有這麼我沒有去過的地方，像這個啦，像剛才我們去的那什麼做 DIY 這個那個地方啊。單今天就已經5、6個人跟我講過，今天去的地方是我這一輩子在鹿野鄉待過，我都還沒去過的地方。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收穫，你那種感覺就覺得哎呀很有成就感。耶！哎，這是危險動作，不可以模仿哦。喺次行茶老農村，體驗無同樣嘅鹿野風情同魅力。但茶學校嘅學員無本年紀如果享受安尼嘅最福課程，可以讓身體更健康，對身體又有幫助。有時候運動一下也很好啊。我們已經去過了那個第幾2地197，還不是都是因為騎腳踏車讓我們去過很多地，很到了。棒啊！紅茶，乾杯了，乾杯了。很休閒，又可以運動，接觸，因為像這種就是不適合開車，或者是就是要騎單車，來了解這在地的文化。我們希望是說坐下來聽更深入的故事，我們喜歡故事性的延伸，因為這個故事的背後是更多人的生命歷史經歷，我們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機會再來慢慢品嘗鹿野，這樣子不是只有吃的品嘗，是視覺的、精神上的還有心理上的享受，這樣。無同樣層次來了解鹿野鄉多年的風土民情之外，發起單茶學校的小青年，還希望本遊客深入體會鹿野的人情味。也希望找出一些比較深度的路線替代道路，那我們也可以做陪騎的方式，讓你稍微品嘗一下、體驗一下我們的鹿野。鹿野其實它有很多種各種不同的那種文化，那我們要推動的就是在地人帶領陪同你去。那重點是我們有一群瘋子，一群好玩的人，我們只要外地人來打個電話聯絡，我們可以幫他帶他騎。那我們多了更多的人情味啊，有導覽解說，事實上那樣騎的感覺不會累，而且是玩得很有深度這樣。推動中國歸鹿嘅美景，輕鬆爽快嘅心情，本人填平去城市嘅煩惱同吵鬧。鹿野單茶學校帶領民眾一片採風，一片塵土旅遊，用另外一種速度來看風景。